社会跟台湾都非常忧虑目前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那么，对于中共的说法，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欠缺反省能力，都把这个过错呢怪罪于外界的一种惯性的回应。我想台湾同国际社会都非常关心中国大陆的人权问题。过去我们曾经针对中国人权的状况，包括宗教自由，包括信仰自由，包括维权等相关事件提出关切。我想国际社会跟台湾都非常忧虑目前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那么对于中共的说法，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欠缺反省能力，而且都把这个过错呢怪罪于外界的一种惯性的回应，不值一驳。谢谢。其实我想只有国台办有这种解读啦，我想我们台湾社会不会从这样去简单解读，它就是商业行为。我想台湾是一个民主法治、保障言论自由的社会。蔡总统跟网红合拍影片，在轻松自然的气氛来对话，来阐述政府的政策，或者是多方面的来了解民间的观点，这在民主国家是常态。然而，中国大陆始终以偏颇的政治思维，滥用其市场的力量，限制我网络影片不得出现总统这个名称，并以此来胁迫企业、个人来屈从他的政治立场或者是意识形态，显然就是将网络媒体完全作为政治工具，对于不合他的意识形态就任意的来霸凌。这与网络世界崇尚尊重他人创意与言论自由的价值存在非常大的落差。我想台湾民众都非常清楚，长期以来将政治分歧带入两岸民间交流的都是陆方的片面作为。我们也再次正告中共，以政治力干预市场，钳制创作跟言论自由，只会加深两岸人民的隔阂与误解，让两岸关系渐行渐远。台湾人民也绝对不会屈服。谢谢。